相聚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课业，也许不是那么的顺利，也许充满着挑战。在世界上，我们不断遇到仇敌的试探，感受到挫折，但我们知道主你一直看顾着我们。诗篇125篇这样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诗篇139篇又说：你在我前后围绕着我，你的手按在我的身上。主啊，我们软弱时，求你赐下力量给我们；我们动摇时，你就加添坚定和信心；我们受伤时，你差派医治的灵安慰我们。我们何等的不足，但我们能一直依靠你。只要有主你在我左右，就什么都不去。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所求。阿们。你的右手施展能力。
见的，谁能通达？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通达？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通达？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靠着你的生命，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神啊，谁的生命是生是荣，可颂可畏。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靠着你的生命，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神啊，谁的生命是生是荣，可颂可畏。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靠着你的生命，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神啊，谁的生命是生是荣，可颂可畏。神啊，谁的生命是生是荣，可颂可畏。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将自己全然的献上在你。主啊，就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一样，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谢谢你，谢谢你赏赐我们的一切。我
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我全然献上，我全然
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亲爱的父神，我们不仅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敬拜赞美你，今天我们再一次也将我们的全心全人献上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主啊，愿你在今早的崇拜当中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将你的恩典再次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主啊，因着你的荣耀，使我们今早的聚会也成为一个充满你荣耀的聚会。主啊，求你的圣灵也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充满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透过你圣灵的带领，再一次的更深与你更加的靠近。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早的礼拜当中与你更多的认识，与你更多的亲近。主啊，也帮助我们透过我们今早我们所祷告、我们所唱、我们所摆上的一切，再一次的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今早真的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全然的摆上，献在你的面前。这时候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恭说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16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11个门徒前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来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都教训他们遵守，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献诗由我们颂扬诗班的献诗，献诗的曲目是《时刻需要主爱疼的声》。献诗完后，我们由刘立兰牧师来证道。牧师要传讲的讯息是传道地基。我
亲爱的谢牧师、曾牧师，以及我们富强教会的长子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能够在南神的纪念主日，有机会跟我们弟兄姐妹再次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思考神的话语。当然首先要感谢我们富强教会一直以来对于神学院神学教育的支持跟关心。那今天我特别用这个传道地级这个题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分享以前，再次邀请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语，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认识你。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指示我们前面的道路，成为你所喜悦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去到山上，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说，它有很特别的意义存在。这个虽然这些山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起过，但是通常在描述这种关于山上的故事的时候，就像是耶稣要特别对他的门徒上一些重要的课程。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来看，耶稣第一次在山上，他所传讲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天国八福。这个是一个在当时候耶稣所要传道的时候，他去讲述一个在基督徒或是基督教的信仰当中非常重要而且与众不同的道理。那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的28章16到20节，这个就是在耶稣他对于门徒最后的教导当中，在教会的传统上也被称为是大使命。特别在19节，他提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相同的描述，如果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他在16章的1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如果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路加他是怎么描述的？那其实要从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7节到第8节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哈。他提到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于耶稣给门徒的命令，如果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来看，看起来3个福音书他们所写的内容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对照这3段的经文，其实可以从中看出具有相类似的精神跟含义。那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整合出几个非常重要而且共同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去普天下传福音，门徒的使命就是去普天下传福音。但是我们要先来问，普天下的定义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解释成，一个人他可以去到的地方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普天下。就像你今天你从你的家里要来到教会，你可能骑脚踏车，有骑脚踏车的吗？比较少。有没有骑机车的？应该有吧。开车的，有没有坐飞机的？没有吗？早上那个第一堂有坐飞机的呢，他们去日本玩从日本坐飞机回来，他说行李都还没开，就先来教会做礼拜他们也是坐飞机的。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普天下的定义是什么？毕竟好像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8节它这边记载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透过这段经文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的是，其实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指出了3个方向来帮我们去定义这个普天下的意思。第一个，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它指的就是这些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他所接收到的意思就是向自己的本族来为主做见证。第二个，他提到撒玛利亚。如果讲到撒玛利亚，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哦。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第6到第9节。他这边提到的是当有一天耶稣他走路累的时候，那正午他去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但这个妇人就对他说什么？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原来他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没有来往，他们没有再往来的。这个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但是耶稣告诉他的学生说什么？你要去跟这样的人做见证，传福音。最后是直到地极。那其实我过去也一直对于这个地极也都会有疑问因为感觉上就好像跟普天下一样，它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这个概念感觉就是很模糊的。那不过有一次我从一部电影里面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消失的第9军团》就是我发现说，或许可以从这个罗马人的角度来去理解什么叫做地极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就是在罗马的历史上，它记录了他们所有的军团当中，那有一支他们说具有历史性跟传奇性的军队，叫做第9军团。那这支军团呢，从非洲打到日耳曼，可以说所向无敌。但是神奇的是，当这个军团它在主后的110年到120年之间，被帝国指派前往今天这个苏格兰地区要去征服一个叫做皮克特的这个民族，却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神秘的消失了。所以至今不论这个现存的文献里面，其实都找不到任何的记录。到这里就是史料上面所记载的，那后面就是这个电影的编剧照着历史的史实跟文献所写出来的剧本。他故事是说，在主后的140年，就是这个罗马第9军团，他们在这个苏格兰高地神秘的消失的20年后，有一个年轻的百夫长叫做马克斯。那他的父亲呢，就是当年这个第9军团的指挥官。那在他父亲所率领的军团神秘的消失之后，他也背负着这种要去恢复他父亲的名誉，跟去寻找回这个象征罗马帝国非常重要的这个军徽鹰形的军徽。所以他决定要到这个帝国的边界，这个不列颠群岛北部的蛮荒之地。当他们走到这个边界，有守卫的士兵就来问他说：“这个在过去这个地方就是很危险的地方，因为连罗马帝国过去最勇猛的第9军团都没有办法征服，所以这个地方呢，被他们称为 The End of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orld 从我们中文所翻译出来的名称就是地极。所以如果把这个字放在他们当时的背景来了解，地极就代表着他们无法征服的地方。所以只要他们帝国能到得了的地方，就不会被称为这个 End of the World， 就都是他们的世界嘛，都是罗马帝国的世界。但是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征服的，所以就被称为 The End of the World。所以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这个地极它可能就存在着不一样的意义。这个地方所代表的是你无法踏过去的那个地方，或者是在你的心里面你感觉不可能过得去的地方。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一样传福音的地极，有的人地极是他的亲人，是他那个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每天有很亲密的互动的亲人。如果要请他邀请朋友，请他邀请公司的同事，对他来说，他很容易的就说出口来邀请他们。但是如果要邀请他的亲人，对他来说可能有很大的困难度。他的亲人
就成为他传福音的地级。地级就是我们无法跨出去那一步的地方。当然，如果我们要按照圣经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其实很困难去按照耶稣的命令去做。就像在这里，牧师现场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有没有人跟撒玛利亚人传过福音的？不要生气啊！我想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嘛。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自己解套？不是解套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比较正确的来去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门徒去接收到耶稣的命令的时候，这个命令所产生出来的意义，来去理解耶稣对他们的门徒，包括我们所有这些归在耶稣名下的门徒，他所命令我们要去传福音、去做见证的对象。所以，当我们读经文看到耶稣吩咐我们要去普天下传福音，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对象，第一个，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大，就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自己的族群，或是自己所居住的国家，或是我们所居住的社区。第二个，撒玛利亚呢，就代表那些跟你关系不好，或者是你生命当中的敌人，或者是那些对你有敌意的人，或者是让你感觉你跟他好像痛不是很合的那些人，就是你生命当中的撒玛利亚人。最后就是去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地级，就是在你的心理上没有办法突破的地方。第一个，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第二个，我们要了解是上帝时刻在掌权，就是当我们要去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上帝时刻在掌权。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的28章，在18节、19节，他提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到，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里清楚的提到是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定的日期。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到感动，决定要来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时期。有些弟兄姐妹或许都一样，你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你参加主日学、参加青年团契、社青团契，你结婚以后参加夫妇团契等等。但是有些人他是从小他就立定心志要持守这个信仰，但有些人或许他是读了大学去到外地之后，然后在外地不同的教会，那才开始热心的服侍。有些人是出了社会，或者是当他建立了家庭，他有小孩子，当他把小孩子带到主日学的时候，他也开始参与在主日学的服侍，到青年团契的服侍等等。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放的时间，有他自己所定的时候跟日期。当然，这样的理解也会帮助我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建立一定的认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担任这个撒种的角色，就是说，当我们将福音的种子撒到我们所传的对象身上，他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让种子怎么样，慢慢的发芽。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我们说的没有什么果效。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角色也像是收割的人一样，就是过去已经有别人替我们的对象我们所设定的对象撒过种子，所以当我们再次传福音给他的时候，这个人对我们所传的、所讲的，
就有很正面的回应，让我们感觉很有果效。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曾经提过一个撒种的比喻，就是种子撒落以后，有些时候有些会落在路旁，有些会在石头上面或是荆棘里面，不一定都会落入好土，不一定都会收成100倍。在我过去曾经有一次在社青的福音主日里面的服事当中，有一个弟兄，他在礼拜一结束，他就马上来找牧师，希望牧师来为他祷告。那后来在主日结束以后的圣餐爱餐，他也很积极的来跟牧师一起吃饭，一起聊天。那当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了解说他过去这个躁郁症困扰他很长一段时间。那来到教会当中，在小组里面因为弟兄姐妹的陪伴，那他发现他的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好，然后呢情绪也慢慢的可以得到控制。那当然在这样的身体的转变底下，他在工作上面的表现也越来越好。那他告诉牧师说，他很想要洗礼，但是他觉得他的父母亲应该不会同意，因为他是长子。那当然在讨论的过程里面，牧师这样也跟他讲说，那你的家人难道没有发现你的改变吗？因为有这样情绪困扰的弟兄，不管是弟兄或是姐妹，其实对于家人来讲，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他说有，我的父母亲有发现我的情绪各方面都有转变。那我就提醒他说，那你不就更应该要告诉你的父母亲，你是因为接触了这一个信仰，让你的生活，让你的整个的状况感受到这样的改变吗？所以后来这个弟兄他就决定要接受洗礼。那这个教会的小组长就来问牧师说，牧师，我们跟他已经讲到台语讲有嘴讲到无烂，我讲到快要没口水了，那他好像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去突破。那怎么那一次我看到我们很高兴，他一礼拜结束马上找牧师祷告，然后吃饭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很关心这个弟兄看看他的状态是怎么样，特别是在为了他要洗礼这件事情上面有代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特别容易的去关注那个你有在关心的对象。那当然牧师就跟他们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前面的陪伴，就是我们这些小组员去撒下那个种子，慢慢的在他内心当中发芽。那如果不是你们又积极的去邀请他来参加这个福音的主日，那我们怎么有机会去做这个收割的动作呢？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面对着传福音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可能性跟结果的时候，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也给我们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今天经文的2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我们的责任只有去传讲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去传给我们所设定的对象，有机会听到上帝的福音。上帝说这样子他就常与我们同在，剩下的就交给神。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讲的不要去太过的在意，不是我们讲的内容有没有果效，圣灵会有他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日期来去感动我们所设定的对象。传福音难不难？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观念的转换。牧师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台南，在6日的时候，我们可能来教会都没有什么感觉像我的教会在安平，只要到了6日，到处都是人他们来台南干嘛？知道吗？吃东西嘛，不然来台南要干嘛？呼吸全堂的空气嘛，是不是？所以在台南有很多的小吃那我自己我是从凤山然后搬来到台南，也将近快要10年的时间。当然到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小吃都吃过
因为光是牛肉汤就有好几间啊。一想到牛肉汤，你会想到在什么路上的牛肉汤？文章牛肉汤，这观光客吃的哦。哦，文章，还有吗？啊？什么？哪一间？我没听过。就我真的很多，然后碗粿也有很多间嘛，哦，都不同的碗粿哦。那有些我都听人家讲很好吃，可是我也从来除了没吃过，我也根本不知道那店家在哪里啊。那如果你要推荐你的朋友来到台南，他什么东西一定要吃？什么东西一定要吃？如果你的朋友要来台南，哎，我在问他啊。安平豆花，你是听到别人的答案吗？安平豆花有好几间吧？哪一间？安平豆花是哪一间？你没有住在安平就不知道安平是不是同济啊？哦，对哦，表示我至少有吃过同济豆花啊。还有安平豆花是一定要吃吗？我觉得豆花好多地方都有，其他县市也都有啊。有没有来台南一定要吃，没有吃会后悔的？沙巴鱼，对，虱目鱼，那个。我之前听人家节目讲说，吼，台南的虱目鱼是弯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外地的虱目鱼都是冷冻过的，所以它煎起来都是平的。那台南虱目鱼是新鲜的，所以煎起来是弯的。我好像也没有特别注意到虱目鱼，可是确实哦，这个虱目鱼在台南是比较新鲜的。好，相对其他的外县市来讲，好，相对其他外县市来讲，但是当我的朋友如果来台南，通常他们知道我住在台南，就会来问我说：“哎，来台南一定要吃啊，一定要吃什么东西？”哈，那我自己，因为我也不是台南长大的嘛，所以我吃的有限呐，哈。通常我都是吃家里比较多哈。所以如果这个问题要来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哈，绝对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呢，当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其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或许大家都有去思考到，就是说，当我们要回答的时候，这间店哦，你自己有没有吃过啊？你总不可能你朋友问你，然后你 Google 然后跟他讲吧 ？Google 看评分嘛，哈。所以通常你要推荐他，你也必须要是你自己有吃过的吧？你不可能推荐一个你没有吃过的店嘛。所以对我来说，我很难推荐啊，因为我吃过的店真的太少了，哦，吃过的店真的太少。那文章我有吃过，但是当我们要推荐的时候，如果你有吃，然后你推荐了你的朋友，结果他回去以后，你打电话问他说：“哎啊，我推荐的你有没有去吃？”结果他说没有。他说没有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哎，真可惜呀，对吧？你会替他感到可惜吗？因为你推荐了这么好吃的东西。结果他可能路不顺哦，或者是啊没时间吃哦，他在这个旅程当中，他就错过了这个你所推荐的这个这么好吃的食物的时候，我想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感觉是替他感觉到惋惜呀，对不对？我们替他感觉到惋惜。所以，当你在把这些好吃的东西介绍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你应该不会觉得啊不好意思吧？不会吧？所以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不好意思把福音传给我们、介绍给我们的朋友？就是对于把福音介绍给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不是想着，哎，我是把这个好的东西要介绍给我的朋友？那如果他没有去领受，我们其实是应该为他感到惋惜。感到可惜，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心里面好像是想着啊，如果被拒绝，我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很难去开口。但是我们在想的是，当你把这个好的东西，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生命当中最好的东西，要介绍给他，如果他没有领受到，其实是他自己的损失，不是吗？所以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其实再一次帮助我们来思考的是，如果主已经应许我们要跟我们同在，我们应该可以来突破我们现在自己所认为的地级，然后也把这份最美好的礼物，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去传到主所要我们去传的地方，包括你的亲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在这样的大使命的基础当中，台南神学院其实也应着众教会的需要，来培育台湾教会的服侍者，不论是在神学或是社工，或者是教会音乐，在这150年来，已经培育一代又一代主所要使用的工人。接下来要邀请大家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来看神学院所预备的影片，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了解神学院的近况跟他们的需要。敬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关心台南神学院的兄姐，大家平安。台南神学院自从1869年创设到今年已经150多年，感谢过去上帝的恩典以及兄姐们对台南神学院的关心、支持与奉献。台南神学院现在也有许多的事工在进行当中，期待大家也能继续如同过去为了将来为这间上帝的名所设立的学校关心、支持、代祷以奉献。谢谢大家。在我们的周报里面都有夹神学院的奉献袋哈，那在后面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奉献项目，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照着我们的感动为着神学院的需要来关心，也参与在这个重要的神学教育的事工上面。当然在第一堂礼拜的时候我们那个满族长老在介绍说，12时教会在哪里了哈？12时教会其实就在我们市政府的旁边算是在安平了哈。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来台南玩他们要去安平，你也可以推荐他们来12时教会做礼拜啦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拣选，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你的门徒。也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成为我们的提醒，要遵守你的诫命，去使万民来做你的门徒。恳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工作的环境、我们的学校当中，来为主做好的见证，
赏赐我们有智慧、有勇气来面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这个时候我们也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当做我们今天所听完这个主日的信息的一个回应，也透过这首诗歌来再次回想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呼召跟使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当做我们今天的回应的诗歌，在我呼召之处，我们坐着唱就好。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出自爱的真理。你用光照向我，包围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在呼召我之处，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我们一起来为了几件事情来同心祷告。第一件事情，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们一起为台南神学院来祷告，求神使用这间他所设立的学校，赐福在每一个教职员工、每一个学生的身上，使用他们成为众教会的祝福。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的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来医治，求神来帮助，求神来使他们再次得着恢复。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两件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是啊，我们父神主的事情，是在我们的同在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是靠你的神，主带领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当中，主我们是拿出我们的期待和同在，是有相信我们的主，谢谢他们的父神，我们在这两人面前献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主，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儿女，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跟随者。主啊，你也呼召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你摆放美好的位分。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所差遣我们要去的地方，让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来分享你的爱，分享你的福音。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回应你呼召的人。主啊，我们特别要为了台南神学院，我们来献上祷告。主啊，你呼召这群老师、这群学生在这个地方受装备、受激励，使他们可以成为众教会的祝福跟帮助。主啊，求你使用这间学校，让这间学校成为一个主你所喜悦、主你所使用的学校，帮助这间学校继续的成长，帮助这间学校透过他们所教导的，透过他们所付出的，不仅成为这些
学生，成为老师的帮助，更要成为众教会的祝福，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我们也特别为了我们教会当中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我们的恳求，献上我们的代祷。主啊，有许多弟兄姐妹现在正处在病痛、处在危难当中。主啊，求你来拉拔他们，求你来帮助他们，来医治他们。特别在他们内心、身体感到病痛、感到软弱的时候，主啊，你再一次扶持他们。主啊，因为你是他们的帮助者，你是他们的安慰者，你也是他们的鼓励者，更重要，你是他们的大牧者。主啊，带领他们，让他们在人生当中，在经历这些死荫幽谷、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刻，主啊，你必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对他们不断的说话，将你的平安、将你的喜乐就赏赐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也再次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摆上，也将我们教会摆上，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呼召、你的带领，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都继续来传扬、分享耶稣基督你美好的福音跟见证。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满心感谢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奉献，我们一起来甘心奉献。我们请会众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会众请坐。在我们报告之前，我们先来读本月的金句，在周报的最后一页，在加拉太书第2章20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我们看周报的第2页。我们下个礼拜只有一堂哈。那在诗会的部分是由刘冠廷，那其他的服侍同工自己来看。我们看到周报的第4页，肢体交通。第一点。本主日是3月24日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们欢迎12时教会的刘立仁牧师代表神学院来证道跟请安募款。第2小点，恩典口罩，今天也是南神的纪念主日，那神学院胡院长有赠送我们会友1包恩典口罩，里面有7片装。那小朋友的部分呢，主日学可以拿到1盒。第2点，
今天也是棕树主日，纪念耶稣受难周的开始。那这段期间，我们也请我们的兄姐能够尽情的读经、跟灵修以及祈祷，省思主耶稣受难期间的信仰跟意义。第3点，受难周各项聚会灵修的活动报告。3月24到30号，受难周特别灵修的时间，以下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部分，我们会有可以来参阅。第2小点，受难前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已经进入到第6周。那在第3小点，第1小区的基督受难圣餐礼拜在3月28号晚上的7点在东门教会举行，我们也鼓励兄姐能够前往参加。第4点，代祷团队在3月29礼拜5的晚上7点50分举行全教会的耶稣受难特别聚会，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兄姐能够来参加。第5点的部分，在下个礼拜3月31，我们举行复活节赞美礼拜以及祭圣餐圣礼事，我们是2堂合并为1堂，在9点。那我们也为了下个礼拜要受洗的这些兄弟姐妹，能够来做关心跟代祷。那在第6点的部分，4月21号的下午，我们邀请李淑珍牧师来做见证分享，是在下午的1点30分到3点30分。那在第7点的部分，婚礼喜事，我们本会萧世杰执事跟施一回姐的长子萧维一弟兄，在昨天3月23号跟周家信姐妹举行婚礼，我们恭喜这对新人，我们为这对新人能够来做一个关心代祷。那在其他的消息跟牧区中总会的消息，我们请会友自行来看。那在第8页的部分，奉献如有出入的话，我们可以找我们财务部来做更正。那其他部分，我们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来做介绍新朋友哈，新朋友，我们有几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第一位是林若云姐妹，若云姐妹再让我们看一下，来欢迎你。若云姐妹哈，她其实之前有来参加我们的那个学道班了哈，所以下个礼拜她要参加受洗，我们为她祷告，让神的恩典跟她同在，让她有信心，有这个美好的信仰。她好像人不住在台南哈，高雄对不对？住高雄哈，欢迎你常常来哈。好，第2位是钟晨光弟兄在哪边？来欢迎你，晨光弟兄。感谢主哈，他也是教会的弟兄，他是信贤的朋友哈，欢迎你来参加。第3位是陈炯成，好欢迎，好谢谢。等一下我们神学院要送我们一个恩典口罩，哇，算是材质很好啊，是外销日本的哈。神学院特别要送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为了方便发给你哈，等一下做完礼拜在奏乐的时候呢，我们就暂时留在原地我们的长职发给你以后，我们再离开，好不好？这样比较方便，能够拿得到哈。好，那再一次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刘牧师了哈，刘牧师他今天特别来讲2讲哈，来为神学院来请安募款，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刘牧师。12时哈，这个名字很好记哈，很好记所以你如果有去那个安平那边，有一间很漂亮的礼拜堂哈，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也为他们祷告，他们是我们台南的长老教会哈，最早就是用国语礼拜的，所以早期他们是在南门教会有分2堂，一堂是台语礼拜，一堂是国语礼拜。后来他们就分出去独立设了教堂所以我们的刘牧师他今天来第1堂用台语讲道，比较少机会很难得他能够讲2堂谢谢他也为他们做祷告牧师再做1-2点补充了就是有关这个礼拜是受难周受难周。那因为今年的复活节比较早，3月底就到了所以跟神学院的主日有点重叠。不过我们还是记得今天就是棕树主日，就是要纪念耶稣受苦。
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尽量能够避免，比如说有一些喜乐宴会的那一类的活动或是到外地旅游，我们能够安静的灵修，能纪念主耶稣的受苦。特别这个礼拜我们有几项特别的聚会特别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7点50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能够互相邀请，因为在全教会的耶稣受难的纪念礼拜，能够彼此邀请，大家都一起来参加尽量能够提早到7点50就准时开始。我期待我们7点40就大家都坐满了我们是要纪念主耶稣的受苦，因为我们要经历主耶稣的救恩，在礼拜天来经历主耶稣的复活那另外我们第一小区的受难周的圣餐礼拜也在东门教会举行了这个是自由参加，不过我们富强教会离东门教会不远，如果你时间允许，我们一起那边一起跟第一小区就是我们旧城区的台南市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圣餐礼拜，欢迎大家去参加那我们下个礼拜的复活节除了有圣歌队献唱无比大爱的清唱曲之外，我们也有洗礼跟坚信礼其中有增加了一位姐妹叫做刘柏林姐妹也要受洗，所以等于是8位有8位这样子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要举行一个财务研习，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单位的首长还有我们的会计同工，请尽量大家准时集合我们在2点开始在3楼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财务的介绍，让我们知道教会的事工财务是管家嘛，能够做得非常的完美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请大家记得2点在3楼我们举行一个财务的研习会，用这样来跟大家报告。等一下结束记得留在原地，没有发口罩给你谢谢。颂荣，我们请会众起立，一起来唱《我的神，我的王啊》。唱完之后，我们邀请刘牧师来帮我们做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请会众先